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来，大家都凑过来了，还是老样子啊！我坐庄，你们现在开始下注。胡扯！你搞什么飞机啊？你敢在学校公然赌博你？我们班500，我们班200，我压我们班400。收钱！我们这就是娱乐娱乐，这样看球会更有意思呢。哎，对，老师，你想下哪边赢啊？胡策，你完全没有把我当一回事儿啊！哎呀，我这个月花的有点多了，就剩2000块钱了。不过我可全压了啊，压我们班赢。胡策同学，哎，老师，这个篮球比赛的赌注下注有没有什么限制啊？这第3节还没结束呢，为什么要限制啊？哎，怎么老师，你也想玩一玩？这个球赛都已经打成这样了，会不会没有什么悬念呀？这个赌注呢，本来就是为了激励大家，比赛场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这样子啊，那不如老师给你们买保险吧。老师，你要下多少呢？据我观察呢，你们大部分人把所有的钱呢都压在了高2、2班，大概有5000块。老师呢马马虎虎也凑个5000块吧，压高3、1班。一来呢让你们长长教训，二来我也可以赚点小钱花花。廖老师，你也太卑鄙了！作为我们班的班主任，你竟然压别的班，你也太狡猾了你！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对不对？凡事应该有2面性来考虑嘛。我这是在帮助他们，激发他们的上进心，让他们懂得什么叫做知耻而后勇。再说输了是没有关系的，我也可以压他们一点点啊。赢了呢，我可以请大家吃饭，是不是？这叫做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老师看看啊，这个老师刚刚开始上班，钱也不是很多，这些钱呢，算是我的心意啊。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赢。上个厕所先。哎，加油！哎，你干嘛不去打球啊？太无聊了。哎，我说啊，所有人都压了高2班，唯独你压了高3、1班。谁第一嘛？比赛第2啊！我先走了。这家伙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没事没事，将财产身外之物，我很淡定。可是尼玛，这是5000块啊！啊，今儿来吃饭啊！啊，中文来，先吃顿饭，垫个底儿啊！不要蛋，你想吃什么？哎，算了，老板点菜。哎，你好，来什么？老板，你看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个算一个，每人1份蛋炒饭，多放米饭，不要蛋。您是说每人加1份蛋炒饭吗？是每人1份蛋炒饭。您的客人已经把菜都点好了。点什么呢？20个凉菜，40个生蚝，100个烤扇贝，60个烤大虾。哎，服务员，给我来20个可乐。马上就上啊！老板，把刚才我们点的再原封不动再上一遍。终于吃饱了，老师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晚饭了。来，你们慢慢用啊，我尿先。廖老师，那个厕所地滑，我陪你去。行，好中，继续。廖老师，要不你先进去，我想等你。啊，也好，
有人看着我尿不出来。哎，你等我会儿。你说他不会酒足饭饱后脱单吧？要去冰城呢？那里面呢？你怎么在外面一直守着呀？这有什么的？里面又没有门，就跑不了了。厕所没门，它有窗户呀。要学兵，一个言而无信的东西，你到底算不算我们老师？喂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